我真倒了！哎，等！皇上，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打行吗？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不如啊，你给朕认个错，跟朕重新续个大小，让朕做老大，你做小弟，那朕就饶了你。不行，我从小都是老小，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士可杀不可辱。打吧！行，那你就好好忍着，别鬼哭狼嚎的啊！绝对不出一声。我真倒了！我说呢，平日里你蹭快点皮儿就哼哼唧唧的，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原来有这个东西！还给我！什么东西？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奴才被打的时候，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还给我！你趴下，板子还没打呢。皇上，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皇上，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能不能打个折呀？半折、对折，20下。不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那要不然就4折15下。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4折16。皇上英明，16下，那我们就决定了，就打我16下。谢谢皇上。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给朕下套啊？我告诉你，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哎，等一下，又怎么了？您看是这样的，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我是个女孩啊，半个月都起不来，走路一瘸一拐的，多难看。要不然换个地方打。也是，真把你屁股打坏了，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朕这也没人伺候。行，你先起来吧。谢皇上开恩。英奇，青影，你要干什么？上次你放了我，这次我也要放了你和你娘。不可以，这次的情况和之前的都不同，我父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若是真的把我们母子给放了，不光是你，甚至连你的父母都会有危险的。那我该怎么办啊？没事。义父，这位师傅，吴三桂追过来了。怎么办？我们逃吗？逃不是办法，在这云南境内，我们只会被他们追得精疲力尽，最后结果还是一样。那依太子之意呢？我们手上有人质，而且今晚吴三桂明明可以全歼我们，却下令手下留住活口，说明我们对他还有价值。我们可以跟他谈判。很好，太子遇事不慌，处
处置得当。晋王，前明太子，你们已无路可逃，识时务者为俊杰，快出来投降吧！吴三桂，不讲信用！你若是敢强攻，我就杀了你的妃子和儿子！王爷，怎么办？晋王，你已是瓮中之鳖，无处可逃。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我还可以饶你不死。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传令下去，距离此处100步之外，安营扎寨，听候本王的号令。卑职遵命。这个屁股打不了，手总打得了吧？把手伸出来。皇上，你干嘛呀？又要打我呀？行了，别废话，把手伸出来。我不。右手要做事，左手，快！疼死我了！你可是真英雄啊，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奴婢是假英雄，真怂包。如果皇上行的话，你试试，你不叫我就服你。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之前皇上说刘德章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刘德章虽然欺上瞒下、贪赃枉法，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他对他女人很好的。你又不是朕的女人，为什么这样护着你？还是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皇上还是继续打吧，奴婢绝对不出一声。要哭就哭出来，别憋着，装什么英雄？奴婢不想装英雄，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皇上，您这是不打了呀，还是改日再打呀？把手伸出来，给朕看看。怎么这么娇气？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试试，也疼。老大，不是朕想打你。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真要做出什么事情，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都疼死了。好了，老大，别哭了，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还丑呢，
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我以后怎么见人啊？你赔我，你赔我！好了好了，打几下手也哭。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行了，别哭了，你还真赖上朕了。打了人就想跑啊？去给你拿药啊。把手伸出来。还疼吗，老大？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看你长得丑。怎么样，好点了吗？好疼啊！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朕的心里有数，别撒娇了啊！不是手疼，是头好疼。哎，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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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快传太医！在此之前，我本以为吴三桂安插在我们明珠谷中的奸细，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小角色。但如今看来，吴三桂不仅知道我儿子李建清就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太子朱慈轩的机密，而且还对我等来到滇都以后的行动了如指掌。这就说明，这个内奸不仅仅已经进入了我们明珠谷的核心层，更在我们在座的9个人中间。晋王说的极是，内奸一定是我们7位师傅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的行动才处处受制于人。是谁？有种做吴三桂的奸细，就有种承认。只要你承认了，我等就念在与你过去的情分上，饶你一命，只废了你的武功，让你滚回吴三桂那个狗贼身边去。靖王，你心中可有怀疑对象？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说出来，免得大家互相猜疑，影响团结。现在大敌当前，我等必须团结一致，不可再闹内讧。太子，你可有怀疑对象？除了义父，
在座7个人当中，有5个是我尊敬的师长，还有2个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我实在不知道该怀疑谁。不管怀疑谁，我的心里都十分愧疚，十分难过。我此刻的心情跟太子一样，不管此前知道鳌拜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还是这次来到滇都，得知吴三桂也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我都不忍心怀疑各位，因为我们都是10几年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倩影跟默生，更是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情同手足。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的大业进展得极为不顺利，缺乏经费，条件艰苦。有些人渐渐动摇了，有些人退出了，还有些人投敌叛变了。义父，内奸要传递消息给吴三桂，必然要避开我们所有人单独行动。我们只需要核对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具体行踪，彼此印证，仔细分析。就算内奸隐藏的再好，也会露出蛛丝马迹。眼下也只好如此了。我恳请各位暂时都先退出屋去，然后逐一接受我跟太子的盘问。希望各位在外面期间不要私自交谈，不知各位可愿意配合？我等愿意配合晋王与太子的盘问，以查处内奸。有劳各位了。晋王，太子，眼下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进行得十分艰巨，而且很多人都开始动摇了，可是我们夫妇俩意志坚定，一心一意，只想光复大明，所以我们夫妇俩宁死都不会投降清廷，更不会被吴三桂这个大奸贼所利用。范兄，除了太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当年我亲手射杀了我的发妻，是樊兄你冒死闯入了战场，把易欢救出来。你们把易欢带进了明珠谷，你和弟妹一同把易欢抚养到了7岁。易欢7岁之后，我虽然也到了明珠谷，可是我大半时间都在外奔波，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还是你们夫妻2人在一直细心地照料着易欢，甚至在你们的亲生女儿倩影跟易欢同时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夫妻2人先救的也是易欢，只是倩影容颜被毁。这么多年来，他心中一直对你这个父亲有怨在心，你也对这个女儿十分的愧疚，而我也对你夫妻2人深感愧疚。义父说的是，2师父、3师父，你们为光复大明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和义父一样，都是我最信任的人。多谢太子，还有晋王对我们夫妇的信任。倩影这个孩子，从小在明珠谷长大，他不可能是内奸，但他对吴应期情根深重，他容颜被毁，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隐痛。
但却被吴应奇给治好了，而吴应奇又为他被父亲责打了50军棍，这很可能是吴氏父子使的苦肉计。倩影很可能中计，无意当中被吴应奇套了话。晋王，如果倩影真的是中了吴三桂父子的诡计而泄密的话，我们夫妇俩绝不会袒护，一切交给晋王处置。娘，倩影，晋王跟太子叫你进去，不管什么事，你都要如实回答。我明白，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大家的事儿，一定会对大师兄和晋王如实回答。去吧。大师父，大师兄，我虽身不由己，对吴应奇动了真心，但绝不至于傻到出卖我们朱明联盟的机密。而且，吴应奇对我也是真心的。在他为我挨吴三棍军棍之时，并不知道我会去而复返，也不知道你们会来滇都盗取金钥匙。如果他对我不是真心的，那今晚我们也绝不可能将他结为人质的。樊师妹，你快起来！我跟义父也是公事公办，例行盘问，万不可如此。义父，樊师妹今夜跟吴应奇的情形，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夜若不是樊师妹，只怕我们都脱不了身。多谢大师兄。你先出去吧，叫你四师傅跟叶师弟进来。义父，我相信樊师妹。太子不必多言，此事关系重大，我不敢轻信任何人。我们必须抛开一切情感因素，尽快查出内奸。义父说的是我太感情用事了。四师傅，叶师弟，太子和晋王让你们进去。我们走吧。娘，还好吧？四师傅、叶师弟，见谅了。虽然你们已经说清楚了你们这几日的行踪，但是今夜你们负责协助我们撤离平西王府，并没有深陷包围，所以，我暂时还无法排除你们的嫌疑。我们父子愿意接受晋王和太子进一步盘查，全力配合。多谢四师傅体谅，那就有劳二位先出去，帮我们叫武师傅进来。好。哎，武师傅呢？该他进去了。他在庙外的茅房小姐，我先进去了。六师傅，今夜在书房之中，若非你经验丰富，发现了我们未能及时发现的机关，只怕我们大家都已经丧命了。我本来不该怀疑你的，但此次滇都行动，你归队最晚，行踪也最为自由，所以你还是有嫌疑。我归队最晚的原因，是因为我去追杀裘贵了。
如果让裘贵找到舒婉心，那么倾城的身份就会暴露。好，那就麻烦六师傅，把到滇都后的具体行踪都详细告诉我跟义父吧。好。那日我与你们会合之后，唐姐姐呢？你不是说小姐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哎呀，身为女人就是可怜，想方便都不能方便。若有来世，我一定投身为男人，坚决不再做女人了。唐姐姐，请吧。哦，记住关门哦。吴师傅，见谅。当日你留在书房之外，并没有进入书房经历机关之血，而且以你的身手，竟然会被吴三桂的护卫所伤，此事也较为可疑。有埋伏，快撤！太子，晋王。我当时之所以留在书房外，是因为我假扮了秦氏，这样方便替你们望风。我之所以会被那个小护卫所伤，是我没料到，那些护卫只是假装中了呆肉目击散之毒，被他们偷袭，猝不及防，所以才受了伤。倩影，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远处好像隐隐有响动。吴师傅，您留在这儿，我去瞧瞧。有埋伏，快撤！当时给那些护卫下呆肉目击散之毒的是倩影和默生。我们也在王府外面收到了你们发出的信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些护卫根本就没有中毒？刚才樊师妹说，她因为要假扮丫鬟，所以就将下毒的任务交给了叶师弟。刚刚默生也说过，他把倩影给他的毒下到了护卫们的茶中，是他亲眼看到护卫把茶喝下去，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护卫们没有中毒。那些护卫不但没有中毒，反而假装成了中毒的样子，诱使你们进了书房。他们本想借助书房的机关擒住你们，这样他们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但没料到的是，你们居然能够突破书房的机关，拿到钥匙，全身而退。可惜，这把金钥匙也是一把假钥匙，而且上面还进了毒。要不是樊离发现了钥匙上面的毒，我们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平西王府。这里面一定有人撒了谎。如果默生没有撒谎，那么倩影交给默生的呆肉目击散就是假药。倩影，你再进来一下。倩影这孩子，他不会。不会。就算他为情所困，也一定不会干出傻事来的。不可能，这药是我爹亲手给我的，不可能是假的。
会不会是有人把药调了包？不可能。这药我一直贴身藏在胸前，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接近我。难道吴三桂的儿子也没有可能接近你吗？你们不是已经……武师傅，我和吴应奇虽然彼此有情，但我们发乎情，止乎礼，彼此之间清清白白，绝无逾矩之事。我相信樊师妹，吴应奇不会功夫，不可能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在樊师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药给调包。如果吴应奇没有可能，那平西王侧妃秦氏有没有可能调了包？不可能，侧王妃只是个弱女子，并无此能耐，而且她也没有接近过我。侧王妃秦氏，既然吴三桂早就知晓了我们的行动，并做下了诸多的安排，怎么可能让樊师妹轻易劫走秦氏呢？千爷，你说一说，你是怎么劫持了秦氏的？那一夜，我和化妆成平西王侧王妃的武师傅一起在屋外放风。当时我到了王府的花园，也隐隐感觉到花园中似乎埋伏着很多人。我正要发出讯号，就突然看到了侧王妃。当时我还奇怪，王妃不是早就歇息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平西王府来？王妃止步，今天晚上这里谁也不能进去。为什么？王爷不是已经率兵出征了吗？那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今天晚上王府内院要擒拿刺客，所以王妃还是赶快离开这里，记得回二公子府上暂避。好吧。我当时意识到情况有变，我们很可能中了埋伏，就悄悄尾随侧王妃。怎么会是你？王妃，对不起，只要你乖乖配合，我是不会伤害你的。我劫持了秦氏，突然听到从书房传来打斗声，于是就带着秦氏和你们接应。平时秦氏都住在吴应奇的府上，今天这突然来到平西王府，可能他们都疏忽了，就没有派人专门保护侧王妃。既然这秦氏平时都住在吴应奇的府上，怎么会在今晚去了王府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秦氏都不可能知情，也没有机会调包。如果默笙真的把药下到了护卫的茶中，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吴三桂有呆若木鸡散的解药。樊师妹，这呆若木鸡散的解药，除了你爹，还有谁有？这药，我爹和我娘都有解药，可是4师傅和5师傅都有机会接近我爹，6师傅又和我娘关系甚好，所以他们都有可能从我爹和我娘手中偷走解药。樊师妹，那你先出去吧，我和义父还要继续跟5师傅谈谈。嗯。听说这里非常罕见，有不少手机的。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啊？是叔姑娘，这头疼的毛病，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微臣无能啊！一群没用的东西！朕就问你，他这个病严不严重？朕要听实话。此病十分罕见，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若是一欢姑娘能醒过来，便能逢凶化吉。听你这个意思，他有醒不过来的可能。过了今晚，
如果明天易欢姑娘还没醒，恐怕就怎么样？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让你们太医院去会诊！你们听好了，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滚！这药呢？还没煎好啊！快，给他喂上。快，欢儿，这药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哎呀，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喂，接着喂！哎呀！行了，走，不要给我！是。欢儿，来，喝点药好不好？来，欢儿，欢儿，喝点药。都有嫌疑，也都有合理的理由。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弄错了，冤枉了人，我这心里……不仅太子，就连我，也是左思右想，难以决断。在此，我只想告诉这个人，不管你是谁，我相信你对我们还是有些感情的。我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不再为吴三桂所用，助纣为虐。只要你肯主动自首，我李定国保证既往不咎。是啊，到时候我们还是最亲密的战友，还是一家人。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查不出内奸，对我们很危险。不要紧，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内奸就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大家都忙了大半夜了，都先休息一下吧。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五妹，走。老大，别睡了，好。其实真知道，你不信我，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对吗？说实话，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但是现在，只剩下担心，甚至是害怕。你知道吗？朕自8岁登基以来，经历过无数的危险，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但是这一次，朕真的怕了。老大，朕真的不能没有。要是没了你的
朕只是一个帝王，只是一个孤家寡人。但是有你在，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老大，朕是天子，朕的话是金口玉言。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只要你醒来，只要你醒。你醒醒，别睡。愿做他掌上的明珠，献上我纯真的祝福。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绽放百世的光速。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这病起来吧，简直要人命。我爹呢，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什么药引这么难找？你告诉朕，朕给你找。这个药引就是龙珠。龙珠？什么是龙珠？就是皇上的眼泪啊，就是您的眼泪。绽放般世的光速。诸位师傅，我有办法查出内奸是谁了。二位这一觉睡得好生安逸。我问你们，可知道内奸是谁？什么内奸？你少装傻！这么大的事情，你爹不可能不告诉你。诸位师傅，既然已经知道内奸必定是我们当中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刺武应奇一剑，杀了他。等义父和武师傅回来，也会每人补上那一剑。不行，大师兄，吴三桂虽人人得而诛之，可吴应奇是无辜的呀。他不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还救了我们的命。是。他的确没做错什么，但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这就是最大的错。怎么，你下不去手吗？难道你已经为情所困，不惜变节投敌了吗？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残暴？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我只能不择手段了。查不出这内奸是谁，后患无穷。我同意太子的提议。若是吴三桂的内奸，他一定不敢杀了他的小主子。谁下不了手，谁就是内奸。我也同意。大师兄，你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查出内奸。可如果此时内奸也狠下心来捅上一剑，那吴应奇不是白白冤死了吗？那吴应奇也不会白死，我会把他的尸身送给吴三桂，告诉他，杀死他儿子的，他精心培养的内奸也有份儿。就算这个内奸可以替自己辩说自己是被迫刺的内奸，吴三桂也不可能放过他。
这个内奸就再也没有办法为吴三桂效忠了。此计太妙了，我同意。我也同意。倩影，本来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的，但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不得不同意了。不行，你们若是想杀他，就必须先杀了我。坚决拥护太子。好，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接下来的每一剑都必须刺中吴应奇的要害。娘，你不用担心，他们只是要杀我，不会为难你的。吴应奇，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说出这内奸是谁的话，我就杀了你。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内奸，我也从来不参与我父王之事。你们要杀我，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杀了我之后，马上把我的尸身送给我父王。千万不要让倩影看见。好一个情种，我这就成全你。住手！我知道内奸是谁。王妃若早肯说出这内奸是谁，又何必大费周章？这个内奸果然厉害，到现在为止，仍然不动声色。王妃，说吧，这内奸是谁？我肯说出内奸是谁，是为了保全我儿子的性命。可是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不讲信用，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我只信任晋王，只有晋王回来，我要他发誓，确保我母子平安，我才肯说。义父跟武师傅去勘察敌情了，1个时辰之后便会回来。到时候，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你儿子照样活不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虽然平时不干政，但是王爷他非常宠爱我，他处理军政大事从来不避讳我，所以我当然知道内奸是谁。那就好，我也不想杀了你儿子，让我师妹恨我一辈子。只要你说出这内奸是谁，我和义父定会保你们母子平安。好，一言为定。但我还是要求你们给我们整理出一间厢房，我要为我儿子上药。上药在这里上就好了，收拾什么厢房？我儿子不仅手上有伤，臀上也有伤，那可是为了你女儿爱的50军棍。再说，我儿子好歹也贵为平西王府的2公子，岂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脱衣上药？三师傅，这么小的要求，答应了也无妨。正好院子左侧有几处厢房，你去挑一间整齐一点的，给你儿子上药吧。
龙小弟，老大，你终于醒了，这不是在做梦吗？扶我起来。龙小弟，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你还说呢，这都差点被你吓死了。太医说了，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说要同生共死。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所以，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又不是第一次，朕啊，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说吧，你要怎么报答朕啊？要不然以身相许吧？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哎，什么以身相许啊？要不是你打我，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你居然敢矫诏，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好疼呀！疼？宣太医，快宣太医！宣什么太医啊？不是这儿疼，是这儿疼。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朕给你吹吹。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这么不经打，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其实小的时候我偷懒不肯学习，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就躲过去了。也就是说，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哼，怪不得你的记忆杂而不精，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在家有猪哥哥，在外有龙小弟，我干嘛还要学啊？老大，你终于活蹦乱跳，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真好。猪哥哥，对不起，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可是我身不由己啊。天都快亮了，义父跟武师傅怎么还没回来？大师兄，秦氏执意要等大师傅和武师傅回来才肯说出内奸是谁。会不会他想指认的凶手就是武师傅？混账！不许妄言！叶师弟不必着急，过不了多久，真相自然就大白了。太子，秦明突然发起了攻击。我虽然在外面布置了很多计划，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我怕防不住。上面！给我上！你哪看见我这帮跑手？
大师兄，吴三桂这次偷袭好生蹊跷，他明知道偷袭我们一定会危及秦氏和他儿子的性命，为什么还发动这次偷袭？糟了，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回去看看。他是中了呆若木机散。吴三桂果然是在调虎离山，他假装发起进攻，把我们引出枪房，好方便那个内奸杀人灭口。如此说来，定是那内奸透露信息给吴三桂，吴三桂才发现了偷袭，配合内奸行动。昨夜在王府遇险之时，吴三桂曾狠心想杀了王妃。后来吴应奇成了我们的人质，吴三桂才放我们走。看来吴三桂心中，女人终究比不过儿子，所以那个内奸不敢动吴应奇，只敢杀了王妃灭口。可是，是谁有机会可以向吴三桂通风报信，又可以对王妃痛下杀手？当时，清兵从四面八方扑来，大伙都在奋力抗敌，没有人顾及到其他人的行踪。你现在至少舌头能动了，快说，内奸是谁？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爹，吴应奇他很爱他娘亲，若他真知道内奸是谁，肯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内奸把你娘给杀了，你娘为了保护你，给灭口了，你还袒护那个内奸？难道你像你爹那样冷血无情吗？我真的不知道。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由于我臀部有伤，所以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好像是厮杀声。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我想问也问不出来，然而我的身体又动弹不了，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大家都出去御敌，我因为腿上有伤，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内奸由屋顶进入，杀了王妃。这个内奸为了方便行动，不想让吴应奇认出他是谁，所以先在秦氏的水中下了呆若木机散。此前呆若木机散的解药已经泄露，这就再次证明，这个内奸是我们最亲近、最可信的人，也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大家不用猜了，这个人一定是唐一手。第一，他与晋王一同出去勘察敌情，是有机会向吴三桂通风报信的，让吴三桂偷袭他，然后来掩护他杀王妃灭口的行动。第二，他有机会拿到呆若木机散的毒药和解药。第三，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奋力厮杀，只有他不见了，所以他一定是杀人灭口之后就逃回吴三桂的身边了。若真是武师傅杀了王妃，灭口成功的话，又为何要逃走呢？这样不是反而暴露身份了吗？如果不是唐一手的话，那为什么他会不见了呢？对啊，武师傅人呢？你们谁看到武师傅了吗？难道这内奸真是武师傅？可我觉得武师傅不像内奸。那你觉得我们几个中间谁像内奸？内奸的脸上又没有写字，何以是他？我也不想怀疑是他，
可是偏偏他不见了，我也不得不怀疑是他了。不，那件不可能是武师傅。为什么？你那么相信他？老五，武师傅，这是我和义父，还有武师傅，为了查出内奸而设下的引蛇出洞之计。太子，所有人都盘问完了，还是没有查出谁是内奸，你看看如何是好？义父，我有一计，可以引得内奸现身，但是需要武师傅配合。何计？